人活到60、70歲，坐低靜下來，撫摸滿手皺紋，回望走過幾十年風雨，先會體會一句最刺骨亦最真實嘅道理。細個聽大人日日掛在嘴邊嘅血濃於水，手足同心，到晚年先至發覺，不過係世人用來綁住所有人嘅一場美麗騙局。好多人一輩子為咗維持兄弟姊妹之間表面和氣，忍讓捨棄，掏心掏肺。父母在生時拼命撐起家族場面，父母一走，屋企舊屋積蓄養老責任一擺上台，從細一齊分一粒糖，遮過一次鬧事嘅手足，轉眼就會變成計較分毫、互相猜忌、背後講閒話嘅陌生人，有甚者反目成仇，老死不相往來。呢種落差唔係邊個變壞，只係年青時大家未有利益牽扯，煩憂都有父母擋住，睇唔清人性底層。等到歲數大，病痛、錢銀、身後事全部壓落自己身上，先至睇透血緣只係天生嘅連結，從來唔等於真心相待。今日同各位老友傾下，心底話幾十年見盡無數屋企離合，亦讀透易經理人情世故，活到晚年唔好再痴迷虛幻嘅手足情，守住3樣屬於自己嘅東西，下半世先真正贏過人生所有磨難。前日坐輪椅去屋村街市買菜，遇到舊時電台聽眾陳伯，佢今年72歲，獨自住公屋，雙腳風濕，行路顛簸，拎住半袋青菜同幾塊豆腐，獨自撐住雨傘慢慢行，個樣孤單到令人心酸。我同佢在茶餐廳坐低，叫咗2杯熱鴛鴦，佢一開口眼淚就滾落來，講出嘅經歷幾乎係大半多子女家庭晚年嘅縮影。陳伯屋企一共4兄妹，2個細佬1個家姐。細個屋企窮，父親做地盤散工，母親在家車衫補貼生計。陳伯作為大仔，從細就要負責照顧細路。讀中學時，佢捨棄升學機會，出去工廠做學徒，每個月人工全部交晒俾屋企。細佬讀書嘅學費，家姐出嫁嘅嫁妝，全部靠佢1分1毫儲返來。那時父母成日同佢講：你係大哥，要撐住細路，將來老咗幾兄妹互相扶持，有福同享，有難同當，血濃於水，永遠唔會撇低你。陳伯從細信足呢句說話，幾十年從唔計較得失。細佬買樓首期唔夠，佢將自己儲落準備結婚嘅錢全數借出，唔要借據。家姐屋企生意周轉困難，連續3年每個月貼補家用。父母晚年身體差，出入醫院，請看護，日常開支，3兄妹互相推託，最後永遠都係陳伯主動扛下所有費用同照顧責任。當時身邊鄰居都讚佢顧家從情，話佢幾個細路有福，有個咁捨得付出嘅大哥。陳伯聽到心裏暖烘烘，以為自己幾十年嘅犧牲遲早會換來手足真心回報。直到3年前母親離世，留低舊時祖屋一間同幾十萬積蓄，一切溫柔假象瞬間碎得一塌糊塗。母親走之前頭腦清醒，同陳伯講：屋企間屋留俾大仔，俾佢晚年有安身之所，剩餘積蓄4兄妹平均分，大家唔好爭執。點知母親一走，2個細佬即刻聯合家姐翻出從前舊賬，話陳伯當年借俾細佬買樓嘅錢，當作母親補貼俾佢，祖屋唔可以獨佔，積蓄亦要重新分配，甚至背後周圍同親戚講陳伯獨吞父母好處，自私自利，從來唔顧細路感受。陳伯聽到流言時，心裏凍到刺骨。佢攞出當年銀行轉賬單，母親生前錄低嘅錄音解釋，幾個手足完全唔願意聽，仲話佢拿出證據係故意算計親人。後來為咗房產分配，兄妹幾個鬧上區議會調解，調解員勸和都唔奏效，從此斷絕來往。過年過節連一句問候電話都唔會有。陳伯講到呢度，用3袖抹乾眼淚，話自己後悔幾十年一味付出，迷信所謂血濃於水，以為有血緣就有感情，到頭來所有犧牲只換來猜忌同背叛。如今一身病痛，
身邊無半個手足問候，獨自面對養老難關，先至明白，從來唔係所有人都會因為同一雙父母就懂得感恩體諒。聽完陳伯嘅故事，我心裏無限感慨。幾十年主持廣東廣西，無數聽眾寫信打電話過來傾訴屋企手足矛盾，有因為爭祖屋反目，有因為照顧父母責任互相推搪，有因為孫輩禮物人情往來計較，亦有富裕家庭手足為幾百萬遺產，對簿公堂幾年，從此形同陌路。好多人年青時唔願意面對呢個真相，總係自我安慰，血濃於水，遲早會和好。一次又一次妥協讓步，消耗自己積蓄、健康、心氣，等到身體垮落，需要人照顧時，先發覺從前自己珍惜嘅手足情，不過係自己一廂情願嘅幻想。易經有云：同人之道，貴在相知。血緣只係外在嘅軀殼，內心是否同心，從來唔由血脈決定。細個時大家無私無欲，每日只顧還鎖，爭一粒糖，轉頭又和好，自然覺得手足親密無間。長大後各自成家，有自己伴侶仔女，生活壓力，每個人優先考量永遠係自己小家庭利益。父母健在時，仲有一層紐帶維持表面和睦。父母一離世，呢條唯一牽連嘅線就斷開，利益擺上台，人性自私一面自然毫無遮攔顯露出來。唔好怪手足變心，只係從前大家睇得太淺，將血緣等同真情，高估咗人性，低估咗金錢同利益對人嘅影響力。好多老友聽到呢度會反駁我，話自己屋企手足和睦，互相扶持，唔係人人都會爭產反目。呢點我從唔否認，世間確實有同心同德嘅手足，但呢份真情從來唔係因為血濃於水自動擁有，而係雙方都懂得體諒、懂得感恩、懂得分寸，互相付出先至維持得來。並非所有血緣關係都會自動產生善意。若果一邊無限付出，另一邊只懂索取計較，再濃嘅血緣遲早都會被寒心消磨乾淨。現實之中，多數多子女家庭都逃唔開不患寡而患不均嘅心魔。父母從細無意識偏心，會在手足心底埋下比較同怨恨嘅種子，年輕時隱藏不發，晚年涉及重大利益時，舊日積壓嘅不滿一齊爆發，從此再無從修復。有人話父母教導要兄友弟恭係傳統美德，呢句說話本身無錯，但美德建立在互相尊重、彼此感恩基礎之上，唔係要求單方面無底線退讓，一味犧牲自己去迎合手足，唔係顧親情，只係縱容對方自私，最後只會令自己遍體鱗傷，晚年獨自吞落所有委屈。既然看透手足情未必可靠，血濃於水唔係晚年依靠，咁人到中老年究竟要守住邊三樣東西先可以安穩度過下半世，唔使受親情拖累，活得自在心安？幾十年閱讀文史，研習易道，亦觀察無數長者晚年際遇，歸納出三樣最珍貴，任何人都搶唔走，永遠唔會背叛自己嘅事物，分別係屬於自己嘅穩定積蓄、健康強健嘅身體、獨立清醒嘅內心。呢三樣看似普通，卻係晚年安身立命嘅根本，遠比虛幻嘅手足情值得珍惜。逐一同各位老友拆解清楚，每一樣都牽涉到日後養老、病痛、孤獨種種實際難關。聽明白？少走幾十年彎路，第一樣要死死守住嘅係完全屬於自己，唔好隨意借出，唔好輕易分俾手足嘅積蓄同物業。錢銀呢樣嘢唔係話要大家變得吝嗇自私，唔肯幫助親人，而係人到老手裏有儲備，先至唔會看人面色，唔會因為需要用錢被逼低聲下氣求助手足，受人情束縛。好多中年老友犯同一個錯誤，見手足有困難，唔分輕重緩急，將自己養老本錢隨意借出，甚至將名下物業轉命俾細路，以為換來手足感恩，最後多數落得錢屋兩空，求助無門。我認識一位70幾歲嘅李太，
年輕時有2層收租單位，2個仔1個女。細女買樓缺錢，佢心軟轉咗1層單位過戶俾細女。2個仔知道後心裏不平衡，從此同母親疏遠。後來李太中風入院，行動唔方便，需要請長期看護，每月開支龐大，想同細女攞返部分租金補貼養老。細女即刻翻臉，話物業已經轉名，所有收益屬於自己，唔會分給母親。2個仔又怪佢從前偏心細妹，唔願意分擔醫藥費同看護費。最後李太只能賣掉剩餘1層單位，支付醫療開支，搬去細間公屋獨自生活，日日捱粥水度日。回想從前過度慷慨，後悔莫及。易經財道講，自存財帛，方有立身根本。錢銀唔單止係購物工具，更係晚年底氣、身體硬朗時唔覺得金錢重要。一旦患病需要養老照顧，每一分錢都關係到生活質素。面對手足求助，可以適當量力幫助，但一定要守住底線。養老本錢、自住物業絕對唔好隨意調動。借出大筆金錢，必須立下清晰字據，唔好憑住一句血濃於水就毫無防備。唔好妄想用金錢收買手足真心。人性裏面免費得來嘅好處，多數唔會被珍惜，反而會令對方習慣索取。一旦有一日唔再提供幫助，從前所有付出都會被一筆勾銷，只會招來埋怨同不滿。手裏有屬於自己嘅積蓄，就算日後同手足疏遠斷絕來往，都可以獨自負擔醫藥起居開支，唔使看人臉色度日。呢份從容係任何手足情都無法給予。好多長者晚年孤獨又淒涼，根源就在於年輕時過度透支自己財產，一味扶持手足，到自己需要依靠時身無分文，只能任人擺布。呢種困境只要守住個人積蓄，完全可以避免。好多老友會覺得手足有難唔出手相助，會被親戚指責不近人情、薄待血緣。其實真正嘅親情唔會強迫一方犧牲自己晚年安穩去成全另一方。懂得體諒嘅手足唔會無底線向年長親人索取。面對不合理嘅索取，要學會溫和拒絕，唔好因為驚人哋閒言閒語就犧牲自身根本利益。世間人總中意用血濃於水道德綁架長者，要求長者無私奉獻，卻從未有人勸導年青手足體諒長者養老壓力。呢種雙重標準本來就唔公平。你守住自己養老本錢，唔係自私，只係對自己晚年負責。只有先顧好自己，先有能力適度幫助身邊人。若果自身都難以維持生計，再講顧及手足，只係空談。金錢獨立係晚年所有自在嘅基礎。呢一點無論幾多親情道德綁架，都唔好動搖自己底線。第二樣要俾心機守穩嘅係屬於自己嘅健康身體。千祈唔好為咗調解手足矛盾，操勞屋企瑣事，透支體質，積勞成疾。好多長者大半輩子耗費心神處理手足之間爭執。父母在世時周旋，父母同細路之間，父母離世後調解手足財產糾紛，日日憂思勞累，睡眠不足，飲食無定時，長期抑鬱傷心，導致高血壓、心臟病、關節病接踵而來。等到身體徹底垮落，先發覺從前為唔值得嘅親情損耗健康，實在最唔抵。人到晚年，身體先至係唯一伴侶。手足就算當初幾親密，各自有自己家庭，唔可能24小時守在你身邊照顧。唯有自己身體強健，先可以自理起居，唔好成為任何人負擔，亦唔會因為行動不便，被迫依賴手足，承受冷眼同敷衍。舊時相識一位83歲嘅黃婆婆5兄妹，父母走後，2個細佬為祖屋地界嘈足5年。黃婆婆作為大家姐，日日走來走去調解，今日勸世大，明日勸世細，兩邊講盡好說話，調停唔成又自責，夜夜瞓唔着，飯亦食唔落。短短2年時間，血壓長期血升，確診冠心病，需要長期服藥。後來一次在家暈低，送入醫院搶救。2個細佬只係輪流探望一次，
見醫藥費昂貴，互相推搪，唔願意分擔。黃婆婆躺在病床上，先醒悟自己幾年勞心勞力調解手足矛盾，最後只換來無人願意分擔醫藥開支，身體仲落下終身病根，實在得不償失。從易經養生之道嚟講，憂思傷脾，鬱結傷心，長期為親情瑣事煩惱，會折損自身福壽。手足之間嘅矛盾，多數牽涉利益糾紛。人心一旦被貪念蒙蔽，旁人再如何勸解，都難以改變執念。與其消耗自己心神去調停無法化解嘅爭執，不如看淡疏遠，減少往來，保住自身情緒平和，維持身體健康。平時多做輕鬆運動，清晨落街散步耍太極，飲食清淡規律，少為屋企是非動氣。遇到手足之間爭執，唔好主動參和，唔好將人哋嘅矛盾扛落自己肩上。若個手足主動尋求你調解，適當勸導兩句即可，唔好過度投入，更加唔好因為調解失敗自我內疚。人嘅精力有限，中老年階段應該將心神留給自己，留給伴侶，留給真正懂得珍惜你嘅老友，唔好浪費在心懷貪念、不懂感恩嘅手足身上。身體健康唔單止唔使依賴手足照顧，仲可以自由出行、飲茶、遊玩，過自己中意嘅生活。呢份自在係任何親情都換唔返。好多長者晚年活得卑微，就在於早年為手足操勞，損壞身體，行動受限之後，只能任由手足擺布，受盡冷待。早知如此，不如一早放下虛幻手足情，專心保養身體，守住屬於自己嘅健康福氣。好多老友會覺得手足鬧矛盾唔出面調解，會被外人話唔顧家族情分。其實家族和睦從來唔靠單一個人犧牲健康去維持。若果手足之間只顧爭奪利益，唔願意互相退讓，就算你日日勞心勞力調停，都只係暫時平息風波，遲早會再次爆發衝突。與其消耗自己身體換來短暫表面和平，不如學會抽離，保持適當距離，減少接觸，令自己情緒安定，身體冇病痛，先係對自己最大慈悲。血緣只係一段緣分，緣分有厚有薄，緣分淺嘅手足不必強求親密，看淡疏遠，保住身體平安，先係晚年第一要務。第三樣，一定要牢牢守住係屬於自己獨立清醒嘅內心，唔好再痴迷血濃於水嘅舊觀念，唔好因為旁人道德綁架，強迫自己討好遷就冷漠自私嘅手足。學會放下執念，接受緣分有別，守住內心安樂。大半世人嘅痛苦都來自過高期待。年青時聽盡傳統教導，以為只要係手足就一定會互相扶持，到老先發現現實落差巨大，心裏無法接受，執着想要修復親情，一次又一次主動妥協，換來嘅只係更多失望同傷心。真正嘅內心獨立係睇透人性之後，唔怨恨，唔執迷，明白血緣唔等於真心，合得來就多往來，合唔來就保持距離，唔強求親密，唔強求所有人都懂得感恩自己，唔將晚年快樂寄託在手足身上。電台多年前收到一封長者來信，寫信人係75歲嘅周伯，三兄弟，細個大哥處處照顧兩個細佬，畢業之後幫細佬安排工作，結婚時包辦酒席開支，父母養老全程獨自承擔，從唔向細佬伸手。周伯本以為晚年會得到兩個細佬回報，點知自己60歲後體力衰退，工廠退休，收入微薄，想同兩個細佬偶爾借少少錢應急，都被推三阻四，仲背後講周伯懶惰，依賴細路。周伯一開始極度難過，日日反思自己邊度做得唔夠好，多次主動約細佬飲茶修復關係，次次都遭受冷遇。後來讀到易經隨緣不執嘅道理，慢慢放下心底執念，唔再主動聯繫兩個細佬，將時間花在行山、讀書、同老友飲茶傾偈，不再將快樂寄託在手足身上。過咗2-3年，周伯心結完全解開，
就算兩個細佬後來偶爾主動聯繫，佢都保持禮貌距離，唔再掏心掏肺付出，內心反而從未試過咁平靜自在，唔再為親情冷暖輾轉難眠。呢份內心清醒係好多長者欠缺嘅智慧，大家總係被從小灌輸嘅血濃於水、兄友弟恭束縛，就算受到手足傷害，都會自我安慰，畢竟同一雙父母所生，忍一忍就過去。執着想要挽回已經變質嘅手足情，最後只會令自己長期陷在委屈、不甘、傷心之中，晚年日日被負面情緒困擾，毫無安樂可言。易經有損益二卦，損卦講過度付出消耗自身，益卦講自保方能長久。面對淡薄手足情，學會適度選調，無謂執念，先可以益自己晚年心境。所謂血濃於水，只係世人用來規範人際關係嘅一句俗語，唔係鐵律，唔係所有血緣都值得你耗費一輩子心神去維持。真心先至係維繫感情嘅核心，無真心嘅血緣，再濃都只係一場空。內心獨立清醒嘅人，唔會因為旁人一句唔顧手足就自我懷疑，分得清邊啲關係值得珍惜，邊啲關係應該看淡疏遠。面對懂得感恩、互相體諒嘅手足，自然真心相待、互相扶持；面對只懂索取、背後算計、遇事推搪嘅手足，保持禮貌距離，減少金錢同利益往來，唔再過度付出，唔強求親密，亦唔心存怨恨。怨恨亦會拖累自己心境，看淡放下，唔記仇、唔執迷，先可以獲得內心安樂。好多長者晚年孤苦，唔係因為無手足，而係內心執念太深，執着想要手足真心相待，求而不得，日日鬱鬱寡歡，白白浪費晚年寶貴時光。放下對手足情嘅過高期待，唔再迷信血濃於水，將所有心思放回自己伴侶、知心老友身上，培養自己嘅興趣愛好，讀書、種花、遊山玩水，內心自會豐足安穩，唔會再因為親情冷暖影響自身情緒。好多老友會質疑，難道從此唔好同手足來往？其實從來唔係要斷絕所有聯繫，只係唔好再抱住不切實際嘅期待，唔好將晚年依靠寄託在手足身上。凡事留底線、留分寸、留距離。逢年過節簡單問候，普通人情往來，適度應酬。涉及大筆金錢、房產、長期照顧責任時，一定要守住自己三樣根本：積蓄唔隨意動用，身體唔隨意操勞，內心唔隨意執迷。手足之間有緣同心，係人生額外福分；無緣疏遠，亦係世間常態。唔好將額外福分當成必然義務，更唔好為咗強求呢份福分，犧牲自己下半世安樂。回望大半世走過嘅路，見過無數溫暖同心嘅手足，亦見過無數因為利益反目，晚年互相傷害嘅血緣親人。兩種際遇同時存在，唔可以一概而論。但唯一可以肯定嘅係，千祈唔好將血濃於水當成晚年唯一依靠。年輕時可以為手足付出，可以珍惜同根同源嘅緣分，但踏入中老年，一定要睇清現實。人性有善有惡，血緣無法保證真心。過度痴迷呢句俗語，只會令自己不斷受委屈、受傷害。守住個人積蓄，唔使看人面色；守住自身健康，唔使依賴旁人照顧；守住獨立清醒內心，唔再為親情執念煩憂。呢三樣東西掌握在自己手裏，無論手足對你係冷係熱，係近係遠，你都可以安穩自在度過下半世。唔會因為親情變質就失去生活底氣同快樂。世間所有關係到最後都係緣分二字，父母緣、伴侶緣、手足緣、子女緣，緣分厚薄天定，唔可以強求。手足同根生係上天安排，但彼此相待嘅態度係每個人自己嘅選擇。有人選擇感恩互助，有人選擇自私計較。呢個唔係你可以控制，你唯一可以掌控嘅
只有屬於自己嘅積蓄、身體同心境，唔好再聽從世俗一句虛幻嘅血濃於水，勉強自己去迎合，唔珍惜你嘅手足。人老咗，最緊要係理得心安，活得自在，唔好將晚年所有希望壓在一段未必真心嘅血緣之上。